久很是好朋友，一只大金条，两只做上球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节目就会开始啦！大哥，你怎么办了呀？太姑，我的狗不见了！莫叫！你的狗不见了呀？你有狗啊？臭哥，我有一条狗。你有没有条狗啊？我阿妹送我耶。你的狗係乜嘅色啦？佢係一條黃色的狗。黃色的狗，係乜嘅樣咯？佢有四隻腳。狗啊都有四隻腳。佢有兩隻大耳骨。要安太冇啊？動態，佢爬起來動態上哦。要佢睇上。動態上。你個狗按做乜嘅名？佢嘅名按做雷公。莫叫。我讓你過去親狗好唔好啊？有人啊！你係挺想我親狗哦。好啊，咁我同你親狗。雷公。個世界最偉大嘅英雄，Super Chicken來了！有老鼠！各位創意三條來停手！送你一條鳥。雷哥，喂，你們在找什麼東西呀？我喺度啲嘅超狗。找狗？你們在找誰的狗呢？我的狗。你的狗？誰估你什麼時候養了一隻狗？今半夜，我阿妹送我耶。那狗狗怎麼了？狗啊，唔見得啦。那我來幫忙一起找狗狗。狗狗長什麼樣子呢？佢係一條黃色的狗。四隻腳，兩隻大耳骨，名按到雷哥。你係你嘅狗麼啊？唔係，你係我嘅狗。該你係你嘅狗麼呢？唔係，你係我嘅狗。雷哥，我嘅狗，你到底喺哪位？個世界最偉大嘅英雄，Super Chicken來了！有老鼠！各位創意三條來停手！最勇敢嘅解創人，天朝為萬宣嘅任務。
送你一条鸟。猪都露出来。我系兔啊，未露出。水谷，你的狗找不到，我的青蛙送给你。嘿，它还会打鼓哦。西蒙尼，可是我要我的狗狗。水果，你的狗唔见得啦，我的水果啊，送俾你，其他做得幫你水母啊。我不要，我要找我的狗啦！好啦，莫叫啦。你講嘢千百好啦。水果，你點解叫我噶？安靜，你有沒有看到雷公？雷公，雷公係嘛啥？水果的狗啊。水果的狗。水果，你嘛個時間養了一條狗？你條的小狗？我係阿妹狗。才沒有，係阿妹送我耶。阿妹嘛個時間送一條狗，我有都唔知。阿妹叫先送我耶啊。什麼係送俾你？我係阿姐，應該送俾我啊！我我啲，安江姐，聽上我簽叫好麼？拜託你啦，拜託啦。好啦，咁你嘅狗啊，什麼嘅容恩咯？一係一條黃色的狗，又是一狗，兩隻看一個，兩岸都對過。好啦，我已聽上你簽款的啦。怎麼係送本水果，沒送本啊？雷公，你來未啊？安江姐，你讓我雷公錯發的嚟啦！馬改啦！兩隻回你啊！雷公，加油老奶狗！哇，很醬哦！哇，小姑，这鱼好漂亮啊！嘿呀，你是米奇姐姐，你好啊！你很愛最中意嘅偶像哦。哇，真的嗎？小姑，我也好喜歡你哦！你是我看過最可愛的水調子。最可愛的水調子？我不是鳥啦！啊，你不是水調子？那你就是最漂亮的鵝。我不是鵝。哈？你也不是鵝？那你就是童话故事里面的水鴨子。我才不是小鴨子呢！啊？那你是？我是一只蓋呀，一只可愛叫水谷的蓋呀。小姑！
条流浪狗。林暗天雾，又要有我朋友，希望叫不是叫，爱会好好留你爱，照顾你，保护你，不会再孤身。hen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金條，兩隻照相叫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朋友 and 你在飛啦！感謝收看。